各位街坊，啱啱喺老爺奶奶屋企食晏，食到一半，我實在忍無可忍，放低對筷子就揸車出嚟啦。唉，講真，每次返去食飯，我都覺得自己好似俾人抽砍啖，嗰種極度嘅精神內耗，簡直令我窒息。我同我老公結婚足足8年，老爺奶奶嗰間鄉下舊屋，廚房仲係上世紀90年代嗰種水泥砌嘅灶台，又污糟又漏水。我身為一間公司嘅合夥人，諗住令老人家住得舒服啲，就提議阿爸阿媽，我出錢，我哋將廚房翻新客啦，裝翻套櫥櫃。冇諗到老爺當場就炸咗，大聲泱泱：裝咩裝？我呢世唔都係彈過嚟彈，你哋賺咗幾個錢就嫌棄呢個挑剔嗰個。佢唔單止阻撓裝修，仲將間舊屋當成私人領地，任何人一掂佢都發火。之前夏天我想喺2樓同佢哋裝部冷氣，錢都俾咗，老爺卻打電話嚟威脅，你敢讓師傅入門，我就揸住架撐趕人，真係好心着雷劈。我二話冇說就將單退咗。最令我頭痛嘅係老爺嗰種根深蒂固嘅控制欲。佢今年68歲，一世慣咗做甩手掌櫃，每日好似個老佛爺擔攤喺梳化，要求全世界都圍住佢轉。因為成日唔通風，又唔愛講究個人衛生，屋企空氣中成日彌漫住一陣難以描述嘅老人味同陳年油煙混合嘅味道。有次個女順口話咗句阿爺身上味道唔好聞，老爺當場就大發雷霆。為咗顧全大局，我專登諮詢咗一位從事康養諮詢嘅專家朋友，託佢舉嚟咗一款性質溫和嘅植萃清雅沐浴露。呢款產品以天然草本成分為主，氣味非常清新淡雅，能深層清潔肌膚油脂，幫助改善中老年人因油脂分泌失衡產生嘅異味。用過後身上會留有一抹淡淡嘅清香。我本意係想令老爺奶奶沖涼時用，好等屋企嘅空氣都清爽啲。邊個知今日中午奶奶啱提議俾佢試試，老爺即刻將碗一掟，指住我大罵：你哋呢啲後生就係嫌我老，嫌我污糟。奶奶呢世亦都受夠委屈，當場嬲到成身震，竟然第一次爆發。你睇嚇你似咩樣？唔講衛生，又唔體諒人，仲成身怪味。呢個家我真係1分鐘都唔想留。我要去城裏面同個仔住，呢段日子冇辦法過啦。聽住佢哋鬧交，我心入面竟然湧起一絲苦澀嘅解脫感。我老爺嗰種人真係極品。我哋喺城裏面忙事業，恨得將1分鐘搣成2半屎，佢卻非要規定中午11點必須開飯，下晝4點半晚餐必須上台，禮拜6日全家食飯，11點人一定要到齊，遲1分鐘佢就開始奪命追魂 call。我真係受夠咗呢種精神內耗。今日我直接同老公攤牌，以後我唔會再嚟你阿爸阿媽度食飯啦。禮拜6日你自己願意去就去，唔好拉埋我。我平時每日清晨6點起忙到深夜11、2點，一個禮拜唯一嘅休息日，唔想再浪費喺呢種無謂嘅爭吵同壓力中。你可以話我自私，我承認，但我更願意為自己嘅人生負責，唔想因別人嘅壞脾氣而透支自己嘅健康。人生在世，只有你自己先至能為自己嘅快樂買單。你話啱嗎？另外，我再教大家一招，身上有老人味嘅街坊，究竟係少食豬肉定係少食牛肉呢？屋企有老人家嘅都知道，上咗年紀之後，皮膚就容易粗糙，點洗都洗唔乾淨，身上總帶住一陣洗唔甩嘅味道，搞到俾仔女嫌棄，孫仔孫女又唔肯黐埋自己，甚至俾人送去老人院。本應享受團圓嘅晚年生活，只可以孤零零一個人。點解老人家會有呢種味道呢？大多數人對老人味都有誤解，認為係老人家平時唔愛乾淨先會產生呢種味道。呢個真係大錯特錯。好多人從40歲開始就會慢慢產生呢種味道，係因為人嘅新陳代謝變慢咗，皮膚表面嘅皮脂變多，同空氣中嘅氧氣互相作用，就會產生一種酸性物質，呢個就係老人味。呢種情況真係對好多嘅生活造成困擾同尷尬，自己聞唔到，身邊嘅人又唔好意思開口。明明自己每日都沖涼，點解仲有異味呢？
如果你都有上面講嘅呢種情況，我勸你千祈唔好錯過。我怕你用完之後清清爽爽，身上就好似自帶體香一樣咁迷人。就好似我樓下有個陳阿姨，隨住年紀越來越大，老人味越來越重，身邊嘅孫仔孫女慢慢都唔肯靠近佢，住過嘅房、坐過嘅梳化都有呢個味道。自從佢用咗我呢個方法之後，而家身上都散發出一種清香，住過嘅衫、瞓過嘅床都係香噴噴。每個禮拜六日都同仔女出去飲茶行街，晚年生活唔知過得幾咁舒心。如果話10幾年嚟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都仲係唔理想，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好嘢分享出嚟，希望各位老人家都能夠安享幸福嘅晚年生活。呢個寶貝就係好多身上有味道嘅街坊都喺度和嘅淨味留香沐浴露，佢專為中老年朋友研發，裏面添加咗三七、防風、梔子花、艾葉等多種草本精華，幫你溫和清理角質同身上嘅異味，特別適合用嚟清潔皮膚表面嘅死皮同埋藏住嘅油垢。你身上油脂越多，洗出嚟嘅泡泡就越有成就感，平時汗味體味越重，洗完之後嘅清爽感覺就越明顯。佢可以有效去除身上嘅角質，肌膚水潤唔油膩，而且仲可以持久留香。洗完之後全身上下都帶住一陣清新嘅木質香同檀香味，仲可以幫皮膚鎖水保濕，非常好用。堅持用佢洗一段時間之後出街，街坊鄰居都會問你係咪噴咗啲高級香水？呢種淡淡嘅香氣真係令人聞住都舒服，忍唔住想親近你。唔止老人家可以用，平時身體乾燥、出油、出汗、味重嘅女士、男士、學生都可以用。有咗佢啊，屋企再唔使買乜嘢香水、止汗劑，一樽就搞掂，真係一家大細都啱用。如果你唔知邊度可以買到呢款淨味留香沐浴露，可以點開我個頭像主頁櫥窗就可以落單。趁住而家有活動，快啲帶返去用起嚟啦，希望可以幫到你。